立委万美玲今仔日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邀请身心障碍团体甲中央部会共同讨论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利伫台湾社会当着什么款的阻碍。有民间团体讲，学校老师对身心障碍学生也是无全面性的了解。 今年初，体育署适应体育发展中心正式成立，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2摆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嘛，伫8月初6结束。身心障碍者运动的权利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民间团体表示，学校教师对身心障碍学生的人脉报告也是需要加强。特教老师不懂体育，体育老师也不懂得伸展这一块，没有人可以很合适的去指导他们。 我们要从现有的师资方面做培力。今年开始，我们推动了一个4年计划，特教跟体育老师共同来互相合作，互相合作来推动适应体育。另外，民间团体也表示，建议在设施充足的状况之下，参考大众运输博爱做的模式，嘛设置部分设施和身心障碍者优先使用。推动友善篮筐，很多的学生他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兴趣，而且他觉得要关心的。很多的场馆大概都是在地方政府了，我们愿意了哈，跟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再来就这个部分再来开会。 针对身心障碍者选手训练的部分，过去有拍运选手表示，因无像奥运选手同款有专用的基层训练站，训练的资源差真济。体育署表示，目前正在改善。会配合我们身心障碍选手，他的住家或者他离他的上班的地点比较近，或者是说离他训练的地方大概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点，那么来进行相关这个规划跟这个设计，而比较不会像亚奥运的选手会集中在国训中心。 体育署指出，身心障碍者的基层训练站会参拍运委员会等等团体参详讨论，目前推出的数量、时间等等，拢也无法度确定。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